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 DJ 影，分享苏坤安详方法。今天伫节目嘅现场，就会得感受到浓浓嘅咖啡香。安尼接着，他们到呢蓝山咖啡、曼特宁咖啡、巴西咖啡等等，请到无共样嘅咖啡。不过，当然佢买唔到哦，台湾嘅咖啡嘛当有名，同时呢品质当好。今天安尼非常嘅欢喜，有请到节目当中嘅係来自松枝乡嘅总经理先生。佢喺節目當中，老大家來分享到咖啡世界地圖嘅酸甜苦辣。總太哥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係屏東從事咖啡咖啡老農總經理今日我歡喜來再同大家來分享咖啡嘅點點滴滴。分享總太哥，嘅今日第一個問題問一下，本來當初係理工科然後咖啡冇乜嘅關係啦，有冇變做咖啡達人老大家講一下故事。多謝其實因為人生如戲，戲如人生。你當下是什麼角色，你就要把這個角色扮演好。我做會唱因緣際會，我接觸了咖啡，我從零開始，那我就是抱持着這種想法。以前我在公職，退休之前我沒有喝咖啡的習慣，我也不懂咖啡。飲茶較多係嘛？公職的時間是待8個年，我的態度如何？唔免用嘴來帶，用行動來帶。做不贏看Follow me， 跟我來。原來進入咖啡之後，我也是一樣。Follow me，來搶一群原住民開發的時候，開墾這個地的時候，我就是 Follow me， 跟我來。因為我係農家子弟，歸奶草，可是我能夠說，做這個農事，我的體力，耐力能夠勝任。對原住民，我不 follow me，到最後我贏得他們怎麼講我？他說，頭家唔比我哋原住民個原住民呢？曬到皮膚嘛較污哎呀，這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啦，冇煙嘛嘅啦。你如果說面對一個東西，比如說植物，你能夠親自去接近它，它會釋出一些相關的訊息。它缺了什麼？比如說葉子稍微低垂了，你要知道它就是缺鉀。一看就知果然是達人。這個是經驗。你要接觸它，它會釋出訊息給你。那比如說葉子變黃了，甚至變白了，就是因為微量元素鎂是那個葉綠素的主要成分。你缺了鎂，它就那個葉子就沒有呈現的這麼翠綠了。同樣的，你那個像我的話，因緣際會，我有認識一位肥料大師，他讓我節省了3年5年的時間。那我又認識了一個微量元素的博士，劉日的博士。但是這些他提供我一些訊息，但是對於咖啡來講，還是很多那個嗰度叫做 gap 碰嗰度碰，呢度碰唔可以盡快穿下來，我用乜嘅方式穿？我係學理工嘅，理工嘅對一個問題觀察、分析、歸納、連結。你如果說那個由書上去了解，由網絡去了解，書也是人寫的。如果寫的人他那個錯誤了、偏了，你就跟着偏。但是你那個做學問的方法，如果說你拿捏得好，大概8、9不離10，佢唔會偏嘅。嗰時我不講乜嘅問題，我都用嘅觀察、分析、歸納、連結，包括講咖啡。
各个过程，我爱如用一种方式去面对。所以就会做烘温嘅方式哈。是啊，错。佢講到倆呢，其實啦吼，加糖糖嘅做硬坤咖啡哦，你吃力坤啦哦，用研究以後呢，種出嚟嘅咖啡哈，真係當香哈，你先試下咖啡。真嘅呢，非常嘅甘甜哈，用版型當做嘅種一出嚟，因為呢家糖起來呢，其實啦哈，作為青島嘅研究，還會搞青島嘅朋友，學青島嘅事情哈，頭擺唔啲嘅，然後呢，當做一個天天嘅來實驗哈，當做一個種出安好嘅咖啡，糖講呢，還有唔係一般嘅咖啡，係做到3檔紅去種哈，做嘛去3檔紅種嘅？有一句話，高山茶，品質優於低海拔的茶，係，愛如點相多，高山咖啡品質優於低海拔咖啡，好，用不按來呢？主要是那個日夜溫差，較大，日夜溫差山上個大，個大來講，其平均溫度個大，平均溫度個大，其對個呢開花到成熟。時間個長，迄種講啊，係平地，佢嘅日夜溫差小，佢嘅呢日頭落山，你冇感覺講啊，冇涼，唔山風，日頭一落山，馬上冇涼，較冷，個冷，嗰個平地嘅呢日夜溫差，個細，佢平均溫度個大，個高來講，佢對開花到成熟時間個短。按時間短，同樣台間嘅樹方吸收嘅養分，時間短吸收養分個唔少，按迄種講啊，時間長個飽滿，也如伊咧切對嘅呢品質咧保證，唔好想，不但講啊茶性，還有咖啡。高山蔬菜呢？係啊，高山蔬菜，錯，叫中央嘅土地，嗰時愛都走去山吼，去開墾啊，愛平天愛最常有種咖啡，冇按理想，愛抵按呢嘅呢防嘅呢問題以後，愛想愛拼命嘅同佢進口多了也來競爭呢，愛一天要品質提升，嗰時愛走去高山。幾段時間呢，係先去那一片啊，然後讀到乜嘅問題冇，所以走到高山當去，平常要較好爬山冇。平常時佢去爬北山。北山，台灣呢，叫人百岳，能飲呢多誒，大概都有去過。所以已經有常看過誒，看過那一片開始係種咖啡。甚至講啊，富士山也都朋友去爬過。嗰時。一方面，我工作，我是講啊，去到屏東嘅大門，屏東嘅大門嘅日本時代都有種嘅。嗰時也離我不卡個群，嗰時我都以這裡為目標，我都去尋，尋嘅呢，可能有日據時代留下來嘅咖啡園嘛。最後幫我尋到講啊嘅呢40年前。原住民中原住民是一個樂天派的民族，今朝有酒今朝醉。像今日作物，像講小米、玉米，嘅呢木火，也都農係嘅呢短期作物，咖啡要比較長時間，所以他們就沒有去管理，就荒廢了。一大爽，一大爽，本來發現呢，尋到嘅。所以就按用去尋到了地方，做得來種咖啡，有啲3度風、3檔風，你就知道一理想。錯。結果海拔多高？其實茶心同嘅呢咖啡很相像，就是高山茶品質優於低海拔的茶，高山咖啡品質優於低海拔咖啡。那你如果問說，我也在海拔一高，我同講啊800、900，迄種講啊飲茶嘅人，一談到800、900，一定嗤之以鼻。那你如是算高山咖啡哦，我飲茶冇前半冇2000啦，唔算高山茶。用去咯，啲咖啡嘛強用啊。
咖比如无穷无穷也一点无相同，因为呢，那而家呢咖比可以讲双害，哦，香港嘅大嶼林呢，凍傷係冇？唔係，冷凍，也如無窮樣，無相同嘅，無相同啊，嘅曬傷，曬傷哦。至於說為什麼叫做會曬傷，我後面哈，再和你分享這一部分，這是很有趣的。所以呢，啲高山當輩嚟種咖啡會遇到嘅問題，就係曬傷，還有其他冇？當然啦，曬湯水源不足啊。哦，而且落水嘛冇安全。係啊，像我嘅大本吼，屏東差唔多12月嘅雨水都冇嘅。都講啊，天2年呢4月5月ยัง有雨水。我大本最高嘅連線差唔多1,200。1,200我又唔係講啊，中央山脈嘅主脈，我嘅引水120公里嘅花費太高，嗰所以講啊，我哋大本可以奇怪，如果啊缺水，我的產量變很少，但是或許是這樣特別嘅因素，又造就了另外一個口感的加分。嗰所以也好像有得又有失，但是因為不管要講，你嘅產量比一般有充裕水分的來講，收歸多，因為不如補唔過來。按樣型哈。接下你呢先休息一下，等下還有青島呢關於咖啡的非常神奇的故事，你等下再來。50年前、60年前。家下鄉下，連講啊電視、冰箱都冇，看到面床下啦，嗬，面床下，今年因為講嘅五谷雜糧，看到天一貴，播種的時間發芽率還是很高，播種的時候用農牧蟲嘅豬，唔會上拍鼓嘅。分享真多安雄風法嘅節目現場，我係 DJ 英，今日啲節目當中嘅係咖啡達人，總經理先生總太講，然後剛剛有講到呢，唔係凍傷，唔係很多，係曬傷嗬，幾厲害。也好，係一種自然現象。因為講呢，冬天，迄陣講啊早晨，6、7點，咁呢蒙露嗰種。建議咧，建議頭貼拍胎，迄陣講啊，佢嘅一般人大部分講提供啊輻射熱輻射，但是嗰種人提供啊，還有冷輻射，輻射熱，輻射冷，那這個霜害，霜害為什麼會有霜害？你知道冬天在海拔那個好幾千公尺以外的天空，那個溫度可能冷到零下1-2攝度，那種建議晴空萬里都沒有雲，你這個冷就輻射到地表，那地表你的水汽就結晶，所以你們呈現出來就是霜。那你知道那個時候嘅植物嘅呢葉面嘅果實，佢嘅水分溶結晶了。溶結晶，你講啊，日頭一出來，一天入面萬里無雲嘛。嗰時嘅冷輻射下來嘅時間，嘅呢日頭一出來。周定咖啡，周末日頭植物萬物，葉面迄種講啊，嘅日頭按熱來走，而家嘅水分蒸發，
真花迄种讲啊常态的讲，哦，它从那个根系源源不断的补给也水分，但是迄种讲啊结晶状的时间，它无法度流动嘛，一定讲啊融化成液态，它才能够去补给它嘛。那所以没水分来补充，叶水分挥发掉，叶如果筛少，筛少呈现出来的颜色就是咖啡色，就是枣安尼，没水分的，不是迄筛少，唔要想讲啊，爱热天咧冻珠，冻珠按来咧日头都唔要筛少。也伤害它冬天呢，有要筛少，安尼其实都节省的通诶。所以俩就脱离啦哈，咁用诶做防范，做筛少。既然讲啊，今日头走诶，伊入去结晶状诶，伊无法度补充，故是迄种种伊个 sensor，伊个感知器，迄种今日4-5点，叫温度降到。刚刚某一个长途的时间，你就启动那个喷水，启动喷水，将今日水今日叶面也都，已经今日结晶状的个水分溶解了，6点啦，7点日头出来，它就能够补充水分。咁他总开口不藏私哈，然后那个水分又拉到铺分，咁每周得介绍一下，咖啡嘛会晒，当初安尼晒罗皮罐啊，晒乜嘅吼，会晒，有糖讲的有对等日头啊，哈，引起晒咖啡嘅故事，然后大家来讲一下。讲嘅按度吼，你咩讲？等下去当久嘅啊，最早嘅啊。係啊，老太家講一下哈，用嘅做啲細水按好嘅咖啡。呀哈，先講緊咧咖啡頭嘅緊咧結構，係，佢係果皮、果膠、果殼、銀皮和果仁。銀皮跟果仁，這是它的結構。如像嘢日曬豆來講，係，但係係日頭曬過嘅，所以糊糊哈。可能。也果皮哦，做果皮哈，果膠冇咧，曬脫咧，果膠曬起嚟，曬到嘅，看唔到，這樣的果殼呢，也水洗豆就是果皮也都去除誒，不是你看哦，也白個塊，就看到誒，果殼，果殼。也對動嘅，你係乜嘅？也係唔看到嘅，有層薄膜，也都係銀皮。銀皮底背都係一般嘅果仁。果仁呢，都係你我所喝的咖啡豆就是果仁。就白脫了以後，最低度嘅，最安逸嘅咖啡，就是果仁。所以呢，你就對等日頭曬早嘅以後，然後需要烘嗎？還是講還有其他製作嘅過程，當做得要按好一筆咧？錯，按好一筆唔講嘅藝術，後來都流出來。係，因為帶過嚟咖啡哦，因為想去飲咖啡。哎呀。一般今日咖啡採收好了以後，有幾下種今日乾燥的方式。第一，如何講連同今日果皮，強下來曬，曬多少？佢個過程中呢，今日睇為鮮果摘下來，先浮水篩選。浮水篩，就旁睇為土啊嘅今日水表面，叫揉下，叫做梅，太強嘅，沉下去嘅，跟樣係硬嚟愛嘅，但是也就係愛拆開來同分享一下。頭都唔係講啊，平地嘅今日咖啡以成熟時間短，係啊，較短。果山呢成熟時間長，時間長佢吸收嘅養分更飽滿。
不是，也假如同证实哟，你要证实浮水筛选的时间，果山呢，见的浮水率差不多3%到5%。哦，较少的嘛，哎呀，真较少。嘿，平梯呢，浮水率30%到50%。哇，10P 差不多哈。哦，跟东岩的果山种较好啊。好，浮水筛选以后，呢连同果皮晒多早诶，也用过带皮日晒。带皮日晒。一般如果日晒法。日晒法，也水洗呢，如何脱皮机脱皮，还有用个机器哈，有脱皮，脱皮以后给人家皮跟弄啊弄叶，唔用水鸟的粗鸟的种如种唔强，鸟的呢跟分子和分子之间的键紧密的 link 在一起，那我们要断键。用的断键，发酵哦，发酵就可以断键，所以咖比也要发酵哦，水洗的，水洗就是要断键，要发酵断键，断键以后水一洗，果胶就洗掉了，所以叫做水洗法。哦，用无强的方式，那水洗法煮唔是晒，系嘛？弄来晒，晒退以后再个晒，有一种用个蜜处理，有蜂蜜跟蜜嘛哈，好，也蜜处理，如何样呢？脱皮以后跟变浓，按你晒多少？嘿，跟呢浓甜甜，浓跟呢稠稠的，同蜂蜜一样诶。故是按你晒多少诶？用个蜜处理。今日只有3种方式，系冇？嘅后背还有乜嘅冇强用？后背我除了讲水洗、蜜处理、带皮日晒，我们有成年老豆。成年老豆，如讲连同也果壳，都空，没有脱壳，空我最久的空8年9年。做这空按灸啊，按微空，这是一种技术，我把它称作，那个古人的智慧，你知道说花生会有黄曲毒素，咖啡呢会有赭曲毒素，不管黄曲毒素或赭曲毒素，都是储存不当，系啊，基本衍生也黄曲毒素、赭曲毒素，不是也储存一般人。迄种空无好，高温高湿，可能不是讲8年，8年都有赭曲毒素，黄曲毒素，对肝不好，会产生肝病变；赭曲毒素对肾不好，会产生肾病变，所以对身体不好啦。对身体不好，我是说古人的智慧，唔爱想，唔见按好上，铁上道的按要康，冷藏冷冻。但是不用本熊亲后台50年前、60年前，给他向他，连讲电视、冰箱都冇，看到面从下啦哈，面从下，今年要讲个五谷杂粮，看到天一龟，播种的时间发芽率还是很高，播种的时候用农毛虫的猪。唔会上拍古叶的，很厉害。我讲这些古人的智慧，我是沿用这个。你如果问那个现在80、90岁的人，一听讲那是阿婆、阿公以前你呢这样的搞他们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那我现在我知其然，我也知其所以然。或者我如用一种方式来抗台湾。好，给两片呢，因为冇强用的方式，超嘛。我有成年老豆，我有这样的醉香，联合报儿童来刊登，中景为醉香咖啡，无酒却熏然。我后制过程，我没有放一滴酒，但是你喝起来就有淡淡的酒香。这么神奇！那个咖啡不醉人，人自醉。
啊，这么陶醉啊，有哈。是哈。给多代呢，还有乜嘅故事，爱你先休息一下，等下阵到节目现场，再个老大家分享先灵咖啡啦。他在吃的时候，他自由意志去挑食。动物有择优而食的本能。你看，条尾毒嘅嘅呢，哪怕咧铁皮好食，条尾毒嘅嘅呢，莲母铁皮甜。虫嘅色你嘛黑吼，甜。我说野生的，它应该是最高。分享真多安雄方法嘅节目现场，今边呢 DJ 非常嘅幸福哦，因为啊喺现场呢做的一片离岸好嘅咖啡，一片呢就做的糖豆青豆咖啡嘅故事，状态高，当中呢有青豆木腔嘅体味哈，有讲到一种很多猫豆，就係美味嘅嗰種貓哈，然後大家嚟了解一下，然後美味有乜關係冇？大家所熟悉的，如何講啊？麝香貓，係啊，麝香貓咖啡，一杯，一杯，我想搞台灣咖啡，台灣有麝香貓嗎？我不確定，但是台灣有個呢，白鼻心，白鼻心的習性和麝香貓是一樣，它是雜食性的動物，它喜歡吃咖啡，它不是用咬哦，它是整個吞的哦。麝香這個貓豆，我把它界定3種品質，一個是生物科技，一個是圈養，一個是野生。生物科技來講，它係萃取動物腸胃的菌，培養這個菌，它也給脫皮發酵一階段，把一菌。讓它發酵，所以冇經過美味啊哈，沒有經過生物科技的冇經過，這樣發酵之後，這隻豆拋起來，如有見他們嘅呢手咪，聽嘢如何圈養，圈養如果平常時愛米飼料必勝，等到講咖啡。成熟的時間，大概不可以囤。這樣的飼料都不提供了，都完全用鮮果採的鮮果給它吃，那個野生的，就是說不是圈養，而是它自由意志去挑食的，那個它本身那個野生的本身是平時是半飽的狀態，半飽的狀態可吃可不吃。他在吃的時候，他自由意志去挑食。動物有擇優而食的本能。你看條尾毒嘅嘅呢，哪怕咧鐵皮好食，條尾毒嘅嘅呢蓮母鐵皮甜。蟲嘅色你嘛係好，甜。我說野生的，它應該是最高檔。品質清好哈。但是可遇而不可求。較少。我有去量產係嘛？因此請也沒有下來這個你知道說在平地，你有時候你會等到狗屎，更何況講一台高山，雜草叢生，鳥去請也困難，但是有一個撇步，鳥會講呢。迄陣講好不容易請到一坨了，冇貴個去拿着，拿一半，貴個想講好不容易請到一坨，你貴個拿走了講，它吃落唔會來，如拿差不多3/4，留一啲咧，留差不多1/4，它吃起來咪了。故是你請到一坨，你多了一個採收據點。
啊，慢慢你累积你很多据点。那但是莫分去太早。哦，做唔得分去太早。高山变成雨水归岛。一次很多雨水，冲退嘞，全部归零，重新来起。哦，真几辛苦哦。好。所以咧，系猫豆，迄种野生猫豆请嘅方式系按照哈。买迄野生咧，买迄强人去深山里去请，去养。还有当油哈，跟除了还有个猫豆，又含有一种哈，豆浆较有红温，很多博士豆、托卡豆属系嘛。也因为因缘际会，头都我们讲啊，有一个留学日本学那个微生物的那个博士，以那个就要去萃取咖啡的多酚成分。多酚是什么？多酚是一种抗氧化的物质，也就是抗老化的物质。哦，按重要吼，尤其是因为糖豆木主是紧紧哈。过来与香港同来合作。那佢讲细细拢走的，如直接拿来工厂。工厂也拿到台湾的时间，直接急速冷冻。急速冷冻，如已经喺冰的冰差不多回升到负的20几度，已开始那个气化，开始气化，然后慢慢回温，还不到0度，已经变得含水量降到12%以下，可以储存这个条件了。过来，它皮太好，它就从这个皮和壳。果胶去提炼这个多酚按用的懂果米的技术。虽然说都是物理性的，比如说温度的变化，然后压力的变化，但是这样出来的那个咖啡豆，那个烘焙泡起来，那个风味很特别。哇！但是它那个。整个流程成本特别高，我们台湾咖啡已经很贵了，再加上这个1倍以上的那个成本，一般人不能接受，所以我只玩了几百公斤，差不多1000公斤左右，我不玩了。不玩了，因为没有市场啊。太贵耶啦，市场太小。降低价格，降不下来，冇攀反。所以咧哈，个博士豆已经冇诶，就存到给几百公斤，听听哦，拎唔到诶，拎唔到。我只做了差不多1000公斤左右，那慢慢也给朋友分享，现在也都很少变成绝响哈。对。跟黑梅呢，老太家来讲到那咖啡豆黑梅要干燥，好就结凿呢有青豆木强的方式，嘛老太家来小建一下。目前的人，大部分有用这样的干燥机的干燥。机器用机器，迄种讲电热干燥，我大概3000块、5000块的电费。1000公斤的豆就可以干燥到含水量12%以下，可以储存的条件了。日晒干燥的话，挨1000公斤，1年人无法度，一天要2个人，2个人来讲，差不多14年，明日太热头，14年含水量可以降到12%。2礼拜哦，2礼拜，1年1000人元来讲。工资2个人都2000哦，14年都280哦。你看，你用干燥机干燥3000、5000，用人来晒这样呢280，280万来讲啊，計算講啊最俗嘅哦，迄陣無鹽田來講，可以同工人講，快些下基本冇熱頭，工錢冇曬。這種題，你聽冇挨講啊，頭家用唔看到有熱頭樣曬咯，挨唔係講看到有熱頭樣曬，挨看到冇落雨落曬，因為唔係仲講叫你鮮果，3日冇落冇曬，
比如买花梅，做快啲咧，愈快黑的。嗯故说我一天讲啊，无落去，我如使，哦，嘅成本愈累积的哦，可2.8万、3万、4万，愈堆叠上去的哦。哦，佮哪里太家上的目标用，像个太阳能应该唔是钱，咩有工钱较高。我是哈日族哦。嘿哦，等下你们哈韩较多，你哈日哦，哈日。我以前是哈日哦。啊，我在干燥过程有一摆，我台的1月落雨，2月落雨，哦，紧张诶。我看气象报道，高屏地区下雨几率80%、90%，嘉南70、80%，中彰头40、50，越来越少。嘿，我如视察如有间的咖啡豆上车，上高速公路往北走。边走边看天气，都关庙，夜加班，今日天气唔会差，下去请猫，猫窝塔，猫片，铺了就晒，晒差不多1小时，外太阳洗白片，乌云飘过来了，阴宽天风快熟，熟尾再上高速公路再往北走。所以我不只是哈日族，我还是追日族哦。追日族啊，对等日头阴走阴晒。对呀，我用坚持用日晒，为的是生机。哦，原来是为生机哈，也为了生机，还有万爱故事，安你先休息一下，等下张真到节目的现场。那个酸那个品质多烂，错，真正的老饕，越酸越好。但是酸有好的酸，不好的酸；苦有好的苦，不好的苦。我建议你们慢慢朝着浅接受了再浅一点接受了，你会觉得别有一番风。分享真多节目嘅现场，今日从泰国老大家来讲到咖啡嘅生机用版讲係味道生机，老大家来分享一下。好，我活了一甲子，嗰時我有看到以前嘅呢傳統嘅日曬，嘅呢水稻，那第2季播種的時候發芽率很高，那後來乾燥機引進。那个用干燥機干燥的這水稻第2季播種的時候，它的那個播種的時候，它的發芽率很低，一個生機盎然，一個生機黯然。黯然那我要生機，我要生機幹嘛？我要生機是它的熟成。什麼是熟成？香蕉、芒果、木瓜，你如果栽贓那個採收下來馬上吃幾件呢甜土。而家呢，口感香味，如果講空1禮拜空10日，又香又甜，也都會生機。但是個呢，嘛個酸亞青，唔是高嘛，是高，有唔會講空1整年、半年、1年都唔會熟成，引削片呢，乳質冇生機嘅，嗰時我哋好理工一聽都會聯想。熟成是建立在生機的基礎上，你沒有生機就沒有熟成。嗰時我咖啡豆，我如用日頭曬，曬嘅我用糠。一般的人沒想講我曬走嘅馬上脫殼烘焙，上青嘅最新鮮的上好嘅是啊。不對，它的澀味、雜味臭成氣，過一度，我低殼。低殼來講空，空半年，樣啟用，樣可以試用嗰時至少要半年了我一天空半年，樣啟用，嗰時我呢為什麼用日曬？我要保留生機，才有後手。
係按樣去。不過呢，剛剛有講到啊，就係成年咖啡豆，看幾久，半年還唔算成年啦嗬，看幾久咧？一般差不多3年、4年都算成年。好，按嘅剃皮，空嘅半年。空嘅都按久嗬，按唔空？空都3年人嘅時間。好，今日呢有咧好高嘅欣賞。搞咖啡的烘泡或者那个烘焙冲泡，糖冻有成年老豆，做嚟前如此前来，叉脑刀，莫一定要开封，开封啊，因为同其爸爸妈妈同事，拗不过他，过生如开封，然后烘焙冲泡，同其向他啉咖啡，都会品头论足。这一支咖啡它的特色在哪里？我们得到3个结论：很纯、很净，那入口即化。很净，那叫净哦，很安静。干净的净，干净的净。纯和净就是没有杂味。那入口即化呢？后面听我道来。好，那个过差不多几天，有一个老饕急的来，我就那个泡这个成年老豆给他喝。我在一边泡一边和他分享，来讲啊。这个成年老豆纯净入口即化，他听到说纯净没有反应，糖豆讲入口即化，都哈哈大笑。安切讲，俺用个呢商业语言体分享，俺如必拿，俺如引泡引分享，讲一个人一天当中喝的第一口咖啡，如果烘焙的浅，果酸比较呈现比较明显；如果烘焙的深，会比较苦，不管酸或苦。入喉之后，慢慢转化为甘甜，慢慢转化为甘醇。也成年老豆呢，它转化的时间很快，还没有碰到最酸，化开了；还没有碰到最苦，化开了。他听了喝了，感觉到了，不敢笑了，轮到我哈哈大笑。那又过了不了多久，这个老师又过来找我来喝咖啡。我就问他，我说林老师。我是学理工的，我不懂。你是这个食品科的博士你能不能给我一个解释？为什么会有入口即化？你会讲？嘿啊，小如讲，简单。豆子采收下来的当下，它是大分子的结构，经过你这么多年的储存，它慢慢分解成小分子的结构。你这个解释我能接受。嘿呀，理工科是，不是如按延续过来，如用其的一种说法来同观众、听众、客户分享。俩这位成年老豆哈，懂车还有一种嘅脱离啊，老太太说呀。要建議講也就咖啡的愛好者。應用嘅啉咖啡，應用嘅啉咖啡，我建議講啉咖啡最好啉黑咖啡。像今邊安尼啉咩？黑咖啡。不過你唔係青豆，又有加牛奶啊，還是講加糖的呀？冇建議哈。冇建議，因為加我們2合1還是3合1。你加了奶精，加了糖，它不健康的。你加了奶精，加了糖，啉香來。对身体不见得好，而且你喝不出咖啡品质的好坏。而你在喝2合1、3合1的时候，当下，甜甜的，咕溜咕溜过后啉，但是喝过传过水无痕，不残留什么。如果你一杯好的黑咖啡，喝完半个小时、1个小时，冇再吃其他的东西，口齿留香，喉咙回甘，久久不散，甚至你那种感觉余韵还有人讲，推荐的口腔真的是一种享受。喝咖啡是一种享受。你看咖啡店布置得很典雅，视觉享受。那你放个轻音乐，听觉享受。那个磨豆那个干香，喝咖啡那个思香是一种嗅觉享受。最后味觉享受。人生如此，夫复何求？不会讲但是我是比较建议要喝浅一点的，
我有我的道理在。好，嘛我爱用这样的黄的，用黄的土里来介绍。黄的高档的鱼，新鲜的鱼，一般人都用生鱼片，是生鱼片。冻起哦，就做的生吃。但是迄种讲啊，唔敢是生鱼片，都用清蒸。好，嘛该做唔是噶，整体来做当好食。哦，该好食。但是迄种讲台湾那个咖啡豆，如果是高档的咖啡豆，如果是存放的好的咖啡豆，可以用浅焙，吃它的比较淳朴的美，淳朴的原味，但是迄种讲啊，台湾品质一般般，迄讲空啊粗朴的，散骨的，唔敢烘焙浅焙嘛，唔敢嘛，一听讲啊，烘得很深，越深越好，后天的加工会较多的，来掩盖它的缺失。你知道吗？你看不到，都是一样，那个很香，喝起来有咖啡味。是啊。但是唔伫讲啊健康啊，袂讲啊粗朴嘛，袂讲啊生高无，那你如果说喝慢慢的，你从你习惯的慢慢的往前推，往前到比较浅焙一点，其实大部分的人认为咖啡是苦的，错咖啡如果说烘得比较浅，它会呈现那种果酸的感觉，然后转化为那种甘醇，甘醇甜美那个烘焙会影响它的酸和苦。那一般人不知道，在他的经验法则里，咖啡是苦的那个酸那个品质多烂，错，真正的老饕越酸越好。但是酸有好的酸，不好的酸；苦有好的苦，不好的苦。我建议你们慢慢朝着浅接受了再浅一点，接受了，你会觉得别有一番风味。都啉到的就会做的分辨得出马上都好的苦，唔好的苦，好的酸，唔好的酸那样睇下道理。不过呢，建议做讲要这个浅焙的唔好重焙的，系冇？同时唔好加东西，唔好加糖要黑咖啡黑咖啡做的喝到原味。我来讲到咖啡啊，你再过来厉害了，哇，真紧！刚刚呢，总太口讲的清好那啉下去以后呢，不知道怎么形容所以讲呢，好的苦，好的酸，同时呢，非常的甘甜，然后呢，口齿留香，去给它吃到呢，硬功发挥硬头烧果然呢，你係總太狗嘅堅持所以呢，台灣嘅咖啡其實呢，蠻有深度有像總太狗按樣去非常堅持來種咖啡的咖啡農，同時呢，還能日頭曬過，真係無窮用，有生機嘅感覺今日感謝總太狗。很客氣多謝觀眾迄種講有限跨過來從此飲一下咖啡分享一下咖啡的點點滴滴，多謝多謝。安享方法，安你下禮拜再飛。東東人講，幸福係從每一日一杯香濃嘅咖啡開始。林登總太哥來位堅持對着日頭來曬咖啡嘅咖啡達人，生產嘅咖啡，深度嘅感通，還有最度嘅美好美食，真件都難用話來講出來。當感謝掠到台灣嘅咖啡農民，俾到大家帶來幸福舒壓嘅好感受，馬俾台灣飄向到國際。